大家好，我叫以晨，杜小喬。大家好，我中意你哋嘅情緒價值啊！多謝你哋。一副蒙納獨行俠形象，裝載許多的理想。面對 fashion sense 懶得去知，規劃準則一概不依。終日受盡同學歧視，只當普通一上司。硬性指編輯發瘋漢子，內心是無限善意。無聊地想到會暗笑，能平復心跳變快了，然後面孔也發燙了，仿似是迷惘是明朗，其實內心已有答案，承認是愛慕特襲禁，我不懂抵抗，無人像他怪裏怪氣，旁人大都懶理厭棄，為何內心暗裏惦記，仿似是湖泊正如鏡都有洶湧風波刮起，不會退避。如若是天意，來投入這個動情故事。多謝。